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4。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安尼讲：十字架的信息，对遐灭亡得救的人是愚妄。不过，对咱这得救得救的人，是上帝的大能力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行伫十字架得救的大能力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、全知、全知的全能上帝，你是慈悲、疼痛、怜悯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你的道路远过阮的道路。你的意念远过阮的意念，主啊！感谢你借着十字架，让世间人显明你无比的疼，因为你救恩的大能超过万通想象甲理解。主啊，世间人掠十字架做愚妄，总是怨知，这确是你拯救的记号，疼的印记。主啊，十字架顶看起来是失败的耶稣，却是阮生命得胜甲愿望的记号。因为对遐灭无得救的人是愚妄，总是对阮得救得救的人，却是上帝的大能力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